今年是921大地震25周年，国家防灾日的演练今仔日是伫个嘉义来举办。总统赖清德是亲身来到嘉义县的上河国小甲故宫南院，要来了解面对地震的时阵，相关单位要救灾是要安怎来进行。照今收到地震紧急警报的信息，各小的学生囡仔按照老师的指示，来到学校的运动场进行国家防灾日的动员演练。学校人员嘛按照流程，一步一步来进行相关的工课。这种是考验来讲，有的是过去咱无注意到，即马甲咱讲，咱会去特别去注意。过来就是种练习，互囡仔知影讲哦，原来咱若要避免危险，咱来做什么动作，这是甲咱保护家己。我想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。 先趴下，然后掩护稳住，等到哨声再赶快跑出去，然后要在中央草皮集合。就是爱拍伫倒仔下骹，手爱画好。地震结束的时阵，爱走来外口。今年的国家防灾日动员演练伫9月20举行，今年选到嘉义县伫故宫南院甲上河国小来举办。 总统赖清德嘛专感落南来参加。总统表示，这届演练除了中央地方、军方甲民间团体动员成千人演练，也邀请日本、美国等9个国家救灾人员甲驻台代表来观摩参加。澳门透过国际合作，加强救灾的应变能力。防灾工作必须不断进步，绝对不能够停滞不前。政府将持续努力，透过运用新科技，打造公私协力的网络。 并且跟国际社会密切合作，来强化整体社会的防卫韧性。嘉义县政府指出，嘉义地区有地震的崩塌、救灾应变能力甲防灾的观念，拢爱为平常时就开始培养。这届国家级的演练模拟地震的灾害，伫嘉义县举办，对各单位来讲，拢是一个真难得的学习机会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